美国总统拜登签明年度的财政拨款法案，确定提供台湾20亿的军事贷款，更要赞助美国官员来台湾交流。国际卡球界传奇巴西球王比利，就讲詹过身，也甲82岁，一个球星梅西、姆巴佩、内马尔拢随刊物就笑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中国的关系紧张，美方是公布一段影片，在画面当中竟然是会当看到一架中国的战机伫咧南海空域逼挖美国的侦察机。两架军机是离无6公尺，一个无注意就有可能会相挨，甚至是演变做冲突。所以美国的飞机是先闪，避免出意外。因为两国对决情势愈来愈严重，台海对起来态度嘛真硬。所以美国总统拜登今日是签明年度的财政拨款法案。各方的支出是有8500多亿，这其中甲咱台湾较有关系是有20亿美金的军事贷款，阁有一项赞助美国官员来台湾交流的学人计划。另外，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变449亿。一架中国的歼12战机日伊伫南海国际空域挖进美国 RC-135侦察机6公尺的范围内，地处美国的飞行机就赶紧闪开，避免烧弄。学者分析，美国公开这个影片是为了反制中国最近一直公开军演的影片，要用舆论来反制舆论。塑造出中国它其实飞行在这上面，或者在南海这边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我认为擦枪会有问题，可是会不会再把它变成是一个军事冲突、战争的开端？我觉得双方应该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控管的一个模式或控管的协议。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份访问台湾了后，中国取消中美两军3项交往活动，暂停双方军事对话机制。中国国防部29讲，美国若想要甲中国展开对话交流，就要提出诚意甲行动。不过南海军机对起来冲突，凸显美中的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军机嘛持续增加扰乱台湾的日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针对的就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哪里有数典忘祖、分裂国家的行径，哪里就会有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挺台湾的日头嘛达到历史的新高。美国总统拜登30签署2023年财政年度拨款法案，内底包括对台湾20亿美金的军事贷款，也有资金援助美国官员来台湾学习甲交流2年学人计划，而且规划推动台美军事训练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台海局势紧张，美日两国加强合作。日本是按算要成立海陆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不过这司令部要设立在倒位有侪不同意见，明年暂时未成立。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政府大幅度修改请外国移工的制度。开放更较侪行业会当请移工，工作的期限嘛延长，会当连续伫咧南韩工作10年以上。英国 Times 报道，根据英国邦代公司的调查，英格兰北部约克区厝价是比疫情爆发之前去4成以上，即阵平均是爱30万的英镑，大约是1100万的台票，是英格兰厝价上介贵的城市。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因为大势美国西南航空的系统完全放袂过来，上接侪西南航空的加州甲德州的民众烦恼交通会受到影响。西南航空是拼年底进前恢复正常。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捌提过3届世界杯冠军的巴西传奇球王比利过身，因为总统大选分裂的巴西人为着比利哀悼这件代志是真感性。中国明年1月7日就要开放因中国人出国旅游。意大利这几天是发现讲对中国入境的飞机有超过一半验出来拢是阳性，所以带头宣布讲，只要是对中国过飞机，拢要全面体检。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阁呼吁欧盟要赶紧对咧做，维护规个欧盟的安全。保证风声讲，英国已经咧考虑要甲中国游客全面体检。针对这款情形，中国当然是足无欢喜，讲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拢应该超好备单。入境意大利米兰马尼蓬萨机场的旅客排队咧等待体检，面对中国双头防疫，也有出入境限制。
意大利以抢头来紧急宣布讲，全面采检对中国来的航班，争做欧洲第一国。La situazione è terribile al momento in Cina, nel senso che sono tutti, ma veramente tutti ammalati. E io in qualsiasi città dove si va, insomma, è una strage in questo momento, cioè tutti tossiscono. 因为意大利要是升决疫情的严重灾区，加上过去几天入境的中国班机，差不多逐班拢是有确诊者，有的甚至还有超过半数是体检阳性的，必须意大利政府启动严格的这个入境措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更加叫欧盟都爱对你来采取同款的措施。Ministro Salvini ha fatto la stessa cosa con diciamo, l'omologo europeo dei trasporti. Ci aspettiamo e auspichiamo che l'Unione Europea voglia fare da questo punto di vista diciamo, voglia operare in questo senso. 英国政府原本表示讲，并无要对中国入境的旅客来恢复体检，不过伫29即天有解讲，当咧进行审查。Well, 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it's now going to keep that under review and review whether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COVID outbreaks, etc., should obviously face different restrictions. I think as we speak, that is being reviewed. 中方始终认为，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对各国公民一视同仁，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除了意大利以外，包含台湾，也有美国、日本、南韩、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国家，拢对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无共坎贴的防疫限制，就是咧烦恼讲这波疫情会搁再来汇入去国内。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因为中国一声就放令疫情管制，而且这中国的人口遐尼济，这病毒加来加去，大家拢是真烦恼，讲会加出更较强的病毒。而且有专家是警告讲，中国公布的病例数甲实际状况根本就是天差地。其他国家嘛真歹斗观察讲这病毒变种的情形。惊讲疫情若是疫苗的保护力对袂到，疗法无够力，就会变成大灾难。中国放弃清零防疫，后全国确诊人数暴增，各地传出医疗量能严重欠缺，火葬场逐工爆满的乱象，显示疫情已经失控。不过，中国官方依然宣布继续放零措施。2023年1月7日取消入境隔离、核酸检测，同时也将新冠肺炎调降等级，这会引起国际流行病专家的烦恼。疫情自身无透明，会冲击各国防疫的时机甲应变。Tha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is virus to mutate and to create new variants that could possibly endang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y might not be protected against by the current vaccines and therapies we have available. 专家点名，中国政府并不针对目前流行的病毒提供清楚的信息，确诊目前代表提供病毒上好的突变条件。若病毒中和突变，就可能产生新的变异株。为避免疫情各地的国际之间失控传播，入境检测依然是必要措施。I would be in favor of collecting that data by having passengers arriving internationally get lateral flow tests. If you have a positive test, have a PCR test done so we can get the information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面对疫情防控受紧绑定的批评，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伫19开记者会宣布，指出目前的调整符合科学证据。流行病学专家警告，冬天加上过年春分，中国疫情可能会搁升悬。那么人员流动，再加上呢，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叠加的风险，那么使得疫情呢可能会更加复杂。中国放零防疫，各国正紧张，目前包含美国、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加印度拢宣布加强对中国旅客检测，北韩阁直接禁止中国旅客入境。最近为中国入境的旅客也要进行30天的隔离检测。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国际卡球界传奇的巴西球王比利，因为得癌症已经过身啊，才到82岁。比利18岁伫咧巴西国家队就摕到第1座的世界杯冠军，22岁到30岁时阵，阁摕到2届，所以伊的一生当中，计共是摕到3座世界杯冠军。而且伫伊的职业生涯当中，计共是踏入1281粒球，到目前为止也是世界纪录。另外，阁有一项纪录嘛是到今也无人有法度破，就是比利伫咧17岁外就伫咧世界杯入球，到今也是上少年的纪录。嘛是唯一一个球员无18岁踏入球。比利过身了后，全世界拢为伊哀悼。
尤其是伊的故乡巴西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这寡城市，所有出名景点拢是用光影或者是多样笑脸这位传奇球星。各界有侪名人，亲像是美国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球星梅西、姆巴佩、内马尔，把拢伫咧家己的网站随刊文章哀悼。这无分国家、无分队伍，共同对手绝对是传奇球星。这个为着体育界留落精彩纪录的比利身躯顶，才看得到。巴西球王比利十囝凯利纳西曼托甲经纪人自告证实，这位传奇球星过身，享受82岁。比利2011年结肠癌治疗，顶个月传出恶化大院，经纪人方讲法，因为癌症致使多种器官衰竭过身。凯利纳西曼托伫 IG 大文，咱一切拢是因为你，咱永远爱你。安心，经纪人也表示球王稳乐。最近这几个月，比利因为治疗几摆进出病院。这个月19，阿根廷摕世界杯世界冠军，伊伫社群媒体恭喜个俄罗队长梅西。今年10月23是比利82岁生日，伊伫社群媒体表示感恩。82 anos é presente de Deus. Espero que a gente continue muito tempo juntos. Felicidade, mais uma vez eu quero que fique bem claro. Eu agradeço de coração tudo que eu tenho recebido nesse mundo. 国际卡总网站比利职业生涯1366场比赛当中，踢入1281球，每一场比赛入球都是0.9次。虽然其中部分是友谊赛服役的训练赛，不过伫正式比赛也同款。伫811场比赛踢入757球，也是世界唯一一个有3座世界杯冠军的球员。出任巴西1958、1962、1970伫世界卡球封王，和国际卡总俄罗球王。伊的球风快速优雅，运动能力真好，将森巴带入卡球运动中。历届教宗、真济国总统甲真济好莱坞影车拢是伊的球迷。伊出身正散车，是巴西第一位深辐射真奖的国家英雄，是体坛乌珍珠。不过也捌互人用高山来考试。伫球场精彩华丽，也捌进入政坛做巴西体育部长。伫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为把受病通知看巴西款务。My friends, please join me as we raise money to fight the COVID-19 in Brazil. Please help us. 伊本名是爱迪生纳西曼托，伊的爸母用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名为号名，因为出事进前小电才通电。伊家己讲无法度确定比利这名是安怎来，有可能是来自老爸一个守门员队友外号比利。迄时阵伊真细汉，听了有印象，家己踢球的时阵也成功组织对方射门队大喊好球比利。口音加上同学考试加做比利，虽然捌讨厌这名，不过因为家己精彩球技加上强大影响力，互全世界拢爱卡球，比利成做球王经典的名号。公司新闻黄文玲评析。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前后加起来已经做超过15天，迄阵成立第37任的内阁。以色列百姓是望讲政局会当稳定几年啊。这回联合内阁内底政党拢是较保守派的，有的是推动正统的犹太教，有的是主张种族隔离，反对同性恋。有专家就分析讲，这寡领导者的政策甲附近的阿拉伯国家，佮有自由民主派美国方向无同。以色列外交关系恐惊是愈行愈恶。已经创下以色列建国以来做总理上长时间的纪录。做总理前后超过15年，纳坦雅胡成立第37任的内阁。纳坦雅胡伫国会演说内底讲到未来3大重点，包括主动伊朗发展核武、加强基础建设，来增加对边缘地区的掌握，也有重新整理国内不安空隙。מתחייב כחבר הממשלה לשמור אמונים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ולחוקיה, למלא באמונה את תפקידי כחבר הממשלה ולקיים את החלטות הכנסת. 宗教涉案主义政党大力鼓吹犹太甲阿拉伯人隔离的政策，主张扩大屯垦区，甚至直接甲西岸纳入去以色列领土的范围。以色列时报指出，斯摩特西区除了担任财政部长，也阁摕到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管理的重要职务。另外一个极右派政党犹太力量党的班古维尔，是主张大幅度强化执法单位的权力。为伊上台时阵，国会议场讨论的声音，就会当知影讲，犹太力量党政策的主张引起的争议有偌大。伫纳坦雅胡中正了后的内阁组织当中，公共安全部改名号做国家安全部，
犹太力量党摕到掌握边境警察的职权，除了共款主张扩大屯垦范围，犹太力量党一直伫咧推动立法，减轻以色列军警镇压巴勒斯坦人的行迹。针对攻击以色列公民的行为，犹太力量党认为讲，被告若去互判刑，会当直接剥夺伊的国籍，而且甲伊赶出边境，嘛会互关押巴勒斯坦犯人的感觉，生活条件变更较歹，来做处罚。以色列的政治分析家认为讲，这种打压巴勒斯坦政策的方向，对过去几啊年有所改善的以色列甲阿拉伯的关系，甚至是以色列甲重要的盟友美国，伫中东政策内底敢是出现矛盾，未来走向嘛，互人感觉真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印度这几年正做药品出口的大国，不过乌兹别克这2个月却是有19个囡仔怀疑是食印度这紫砂糖浆了后就死亡。因为今年10月份的时阵，非洲的国家甘比亚都有66个囡仔急性腰子衰竭。世界卫生组织迄阵就警告讲，可能甲印度的感冒糖浆有关系。这回乌兹别克佫发生这款情形，互人是佫较怀疑讲印度的药啊，敢是真正有问题。乌兹别克有19个囡仔好像食到印度药厂生产的紫砂糖浆死亡。乌兹别克卫生部是讲，糖浆内含有毒物质乙二醇，囡仔应该是伫无医师处方签的情况下，父母照药师的建议食过量死亡。देखो हमें भी अफसोस है कहते हैं अब किस वजह से डेथ हुआ अभी जो 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यहाँ इंक्वायरी कर रही है अंडर इन्वेस्टिगेशन है जो रिपोर्ट आएगी उसके बाद जो है रिपोर्ट आने के बाद जो है सही चीजें मालूम होंगी。做问题的药品达湾 Max 紫砂糖浆为2012年就开始伫乌兹别克销售。印度卫生部目前也搁伫针对药厂的生产线进行调查，持续甲乌兹别克方面查清楚现况。不过类似的情形真无偌久，才发生伫甘比亚。世界卫生组织早伫10月就提出警告，讲甘比亚66个急性腰子衰竭的囡仔，恐惊甲真侪间印度抢败的糖浆有关系。不过迄个时阵，印度政府甲药厂拢否认。सारे लोग दिए हैं अभी जो है अंडर प्रोसेस में कोई सेल नहीं हो रहा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रहा है जो मतलब जो है कहते हैं अब जो गवर्नमेंट हमारी तरफ से कमी नहीं वहाँ क्या हुआ उस पर अब कमेंट नहीं कर सकते。印度最近互人叫做世界药厂，快速成长的制药公司，大量生产和出口药品。不过虽然印度对药品生产管制有严严的法律，地方药厂是不是有确实遵照规则生产，是无法度查核，造成一寡国家到今嘛拢拒绝进口印度药啊。公司新闻牛言编译。美国这礼拜是落雪落甲真严重，纽约的水牛城灾情上界惨重。当地是有一间70多年历史的餐厅，伫咧湖边风扇起来，湖水甲规间餐厅变甲亲像结霜的冷冻库共款，佮有结冰条。这雪卡停了后，是有真侪老顾客看见去看上介意的餐厅敢有好好，因为要继续甲餐厅交关。纽约州受到大冰雪侵袭，水牛城附近位伫湖边的一间老餐厅，拢互厚厚冰雪盖掉咧，真水敢若冰柱共款。真无简单，等到日头出来啊，冰柱开始滴水扬起啊，熟悉客赶紧来交关。看到餐厅经过暴风雪摧残，无倒要营业，因将有是较放心咯。We've been here a lot for dinners, and it's amazing food. And it was heartbreaking to know that the ice was covering it, and I was afraid it would be destroyed. I think it's just blessed. They're lucky, and everything they prepare. Everything is prepared. They got it. You know, when you have an earthquake or a tornado, it gets blown down. We have snow, it melts, and we keep going. 这间餐厅对1949年开店到即阵已经有73年历史，即阵由家族第3代接手来经营。业者讲，即阵除了今年热天拄则修好的停车场有毁损以外，餐厅建筑本身爱等到结冰扬起了后，才发度检查有啥物所在受到破坏。因讲无伫卡遭到冰封也好处，加自然的保护也不一定。We're thinking of everyone in the city who's still stuck and stranded in the lives that were lost. And that we are grateful to be here. Our building is just covered in ice, so ice we can deal with, loss of life, you can't. 这间餐厅多年来拄过各种困境，业者讲每一摆想要放弃的时阵，就会想到老一辈吩咐，因必须照顾上百位员工的生活，也袂使互这个主顾客失望。所以这摆因也想办法经过去，希望热天大家来的时阵，美丽湖边的风光甲夕阳，会使互餐厅的生意赶紧好起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有一座监狱，关于犯人拢是伫咧足少年的时阵就犯档案。这座监狱伫咧3年前开始甲一个舞蹈家合作，
何受刑人伫咧学现代舞的过程当中，了解生命的价值，佮找到甲别人互动的方式。尴尬的管制人员就讲，这效果真好。有一寡因规定违反规定的受刑人，因学跳舞了后，变做守规矩的模范生。伫个气氛冷冰冰、戒备真严的家家内，竟然传出非常美妙的音乐声。对镜头来到这个房间内，过来的少年人当得用心练舞，看起来都甲一般学舞的学生无啥物无同。A gente vem para aqui é como se não estivéssemos presos. Dá-nos aquela sensação de vamos estar com pessoas da rua, vamos. 这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郊区一个专门伫关少年的时阵，就犯下重大案件犯人的家家。3年前，这个家家甲本身有受过专业心理治疗训练的舞蹈家卡马拉合作，将家家内一个礼拜堂改做舞蹈教室，开始互一寡有兴趣的受刑人一礼拜2届对卡马拉学跳现代舞。因为大部分管理者的受刑人，拢是自细汉开始就伫街仔路甲人相拍，10几岁就杀人放火。对因来讲，这是人生当中头一摆有机会接触到这种艺术。Dá mais valor à vida, dá mais valor ao próximo, saber respeitar o próximo, saber guardar as emoções negativas e livrar-me dessas emoções que fazem mal a mim e às pessoas ao meu redor. 家家内管理人员讲，自从开始学跳舞了后，一寡以前定定违反规定的受刑人，即马变甲真守规矩。学跳舞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舞蹈老师卡马拉讲，当然无可能透过学跳舞，就互一个人完全改变，但是会对因的心态甲思考的方式产生真大的影响。Liberdade é uma experiência e a dança oferece a experiência da liberdade. Na relação com o outro, no contacto, ao fazerem escolhas, ao movimentarem o corpo no espaço e no tempo. 虽然伫家家内有真侪限制，因敢若会当摕锣啊、围巾，甚至是塑胶鹿啊当作道具来跳舞。但是今年28岁的头瓦里斯讲，伊决定将来出家了后，要继续学跳舞。伊相信跳舞会当帮助家己重新融入去社会，找到人生的方向。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